大家好，歡迎嚟到文進講呢啲講嗰啲，我呢個頻道説三道四聊八卦。咁啊就爭啲網友咧，其實有一個話題講下黎彼得啊。咁啊我講過兩次啦，一次就係我同佢嘅點樣識啊，同埋我覺得佢係因為年青人週報嘅緣分，所以同阿樂視啊同阿 Sam 去喺76年之後成為拍檔。咁另外一次咧就係我去抄我個倉，係嗰啲以前啲週報啊，70年代啲週報咧就抄咗幾份係有黎彼得啲專欄文字，咁一路都想再繼續講嘅，咁但係真係唔係隨口噏噶嘛，要做下啲功課噶嘛。咁我記得咧上個星期五晚咧，我哋做咗個直播，一口氣咧就講咗成個幾鐘頭都係講黎彼得，估唔到咧，我覺得個效果幾好嘅，因為做直播咧就唔使配圖啦，咁就諗到就講啦，就同埋冇平時呢啲節目咧，就希望控制喺20分鐘之內啦。我覺得今集要同大家再講黎彼得，就係黎彼得喺《小男人週記》呢套戲入邊咧，就同我成為唱雙簧咁樣啦。梁寬、蛋旁邊嘅一對死黨，好古怪嘅。咁但係講呢個小男人週記入邊嘅大古惑之前咧，我就想講下呢輪資料搜集我嘅一啲提議。關於黎彼得生前嘅種種，大家對佢咧其實係真係覺得佢寫詞方面嘅天分係好厲害嘅。咁我甚至乎攞咗黃志華嗰本2000幾年出嘅，咁喺處品評6大填詞人，居然黎彼得榜上無名。事實上喺文字工作者方面咧，大家都唔係好重視黎彼得。咁黎彼得佢係come from 底層噶嘛，佢自己都成日都講啦。佢係坑渠老鼠，甚至乎有啲咁嘅形容自己妄自菲薄嘅字眼。但係如果想喺佢生前接受過其他嘅訪問嘅頻道入邊，想多啲了解黎彼得咧，我覺得有2個頻道係可以大家去參考。一個咧陳小寶而家改名叫陳少寶啦，多咗一撇，唔知係咪風水嘅關係。咁佢有一個頻道咧叫唱好音樂故事，其實喺啲1-2年間咧，佢都同黎彼得咧暢談好多。咁因為係以音樂嗰啲歌曲為主，所以佢哋會講到啲歌詞啦，點樣誕生啦，譬如好似浪子心聲Monica 或者尖沙咀 Susie， 咁喺嗰度咧真係好好聽，同埋得益不少啊。咁當然又會講到黎彼得同阿 Sam 嘅結緣，喺嗰度係一啲料咧係唔係嗰啲隨口噏嘅其他啲頻道係可以比擬嘅，同埋陳小寶嗰個做咗咁多年 DJ， 所以佢嗰個 presentation 咧，哇真係高手過我好多啊！我成日覺得我又多插嘴，又唔俾空間人，即係我要向阿小寶兄學習。當然我同阿小寶都好熟啦，喺嗰個80年代嘅時候一齊打麻將一齊落 club 都有過嘅。咁呢個係一個頻道啦。另外一個頻道咧，其實係近啲幾年，即係黎彼得生前佢講嘢嘅一個地盤，就係環星娛樂或者環星音樂。佢哋有一個叫做環星流動喎。咁嗰個咩狗噏發噏風，即係嗰個頻道咧，我覺得黎彼得好入邊爆料啦，包括阿 Sam 同佢嘅結識阿 Sam 老婆點樣睇佢即係好中意佢因為有好多講法就話阿 Sam 同黎彼得疏遠係因為阿 Sam 嘅老婆咧唔中意黎彼得。咁喺嗰度咧亦真係獨家，因為佢夫子自道，一定係冇人可以作到出嚟噶啦。咁我咧剩翻乜嘢咧？我剩翻可以同大家第一年青人週報嘅歷史啦，第二就我同佢一齊合作呢個小男人週記一齊做演員。咁進入小男人週記嘅話題咧，其實呢個係我老友阿蛋，我同阿蛋嘅結緣就係70年代，大家未入電視台之前已經識噶啦。咁如果想重溫咧，其實我呢個頻道都有同阿蛋做咗好幾集，我哋2個細說從頭嘅，所以同佢係好多嘅交情不言而喻。咁阿蛋咧，佢亦講過自己曾經 hea 做電台，後尾俾一啲高層咧就一言道破，醍醐灌醒令到佢驚醒。
咁佢係編劇出身噶嘛，同我喺麗的一齊做編劇，所以佢就利用電台咧就加插咗一啲個人獨白嘅有情節嘅廣播劇。咁啊，我哋都知道佢成名嘅就係《小男人周記》，得到編劇阿陳慶嘉阿歡咧，就每一日去臨錄音之前或者臨直播之前咧，就個 fax 機咧就嗰啲稿咧就出嚟啦。所以阿陳慶嘉當年我哋叫佢做 fax 陳，但係而家 fax 機都冇啦，絕跡啦，邊度有人揾到 fax 機啊？好啦。咁啊，蛋亦好講啦。阿梁寬嘅《小男人周記》咧，原型咧就係佢身邊啲老友啦，就小弟啦，所以阿 Q 太郎咧就個外形以我為主，啲行為咧就可能係擺咗落去大古惑嗰邊啊。到啦喺86、87、88年，《小男人周記》風魔一時啦，咁就出啲一個袋裝書啦。咁啊，有和嚇呢個當日咧係賣22蚊嘅，我當然成套喺度啦。我係即係收集狂嚟噶嘛。呢本咧係1988年3月第一版出版嘅，後尾咧受歡迎到咧，仲去咗呢個台灣係皇冠版嘅。咁咧就應該我睇個出版年份啊，有啲好嘅書咧就會喺呢個就民國78年8月，即係89年8月出嘅。好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仲出過小男人嘅漫畫喎。咁漫畫入邊咧就有一啲好得意嘅形象。嗱，呢個咧就係我啦。我一陣溝咗圖出嚟。咁啦，阿何劍聰咧，當然嗰陣時已經電影有咗啦，因為呢個本書咧就係喺1989年5月出嘅。咁當然就以我做原型啦。當時我都仲係小胡子、肥肥矮矮咁，我覺得。漫畫嗰個造型比我本人更有趣，咁啊亦有大古惑嘅，大古惑咧就係以阿黎彼得個造型啦。好啦，咁我就同阿蛋識好多年啦。咁究竟阿陳嘉上、陳慶嘉同埋阿蛋點解會揾到阿黎彼得去做大古惑嘅咧？因為事實上黎彼得喺做大古惑之前咧，佢只係偶然客串一兩部戲咧。就做一啲搞笑或者係唔係氣氛好重嘅角色，咁我咧就我都當然都有抄資料啦。嗱，我就喺 Google 啦，因為我就都仲未習慣乜嘢都揾 AI 仲要等啊嘛 ，Google 我自己控制啊嘛。咁啊，阿黎彼得嘅電影演出咧，根據呢個所講咧，其實佢喺1989年做《小男人周記》大古惑之前咧，只係喺1985年嘅《壞女孩》入邊咧做過麻雀大師，阿梅艷芳嘅戲嚟嘅，應該係鄧光榮公司嘅戲嚟嘅，可能係。咁啊，另外就係喺《城市特警》入邊咧就做過一個黑警，係88年，所以佢嘅演出經驗咧係不足以令阿蛋同埋阿陳嘉上覺得，喂，不如佢嚟做啦。咁做乜阿蛋會揾到阿黎彼得嚟做大古惑嘅咧？咁其實最好嘅方法就揾當事人嚟話俾我聽啦嘛，我就打咗電話俾阿蛋契爺，阿蛋契爺當然好配合咁咧，就錄咗一啲聲俾我聽，咁我咧就喺呢度放俾大家聽下阿蛋點樣講，去做乜要揾阿黎彼得，咁我開呢個聲俾大家聽下先嚇。阿 Man 啊，嗱我喺度輕輕講一講啦，其實就係我 suggest 嘅，我 suggest 嘅嗰陣時咧，就因為其實我都唔係好熟佢，但係咧因為佢嗰陣時，我入88年，我哋入翻商台，我入翻商台嘅時候咧，佢有一段好短嘅時間，以我記憶啊，佢就喺3樓係廣告部嘅，佢係廣告部嘅，咁就我記得喺3樓嘅，喺商台。咁就大家打個招呼嘅，嗰陣時咧佢就一套西裝咁，即係真係一個古惑仔着西裝咁嘅，好得意嘅，咁啊擔住口煙啊，咁你知一棚煙屎啊，叫我蛋記咁樣嘅，咁我記得嗰陣時打個招呼，我覺得即係當時我哋已經做完小男人好耐噶啦嘛，廣播劇，我就覺得哇，屌你老咁鬼大古惑嘅，咁我就只係咁諗咗一諗，咁然之後就。到真係開波嘅時候，即係套戲喺度揀人嘅時候咧，咁當然即係佢哋會揾埋啲即係一定係做到大古惑 Q 太郎嘅熟嘅，即係大家熟邊啲演員。咁我同阿哥頓阿嘉覺得都係我哋試下揾啲新嘅啦咁。
咁你又必然 Q 太郎啦。咁我不如試下黎彼得啦咁就走去 cast 佢嘅，叫佢嚟 casting，咁大家都哇正啦咁就於是就係成就咗大蠱惑啦。大致上係咁嘅。咁咧啱啱聽咗係阿蛋咧就講點解佢哋咁有慧眼揀咗阿黎彼得做呢個大蠱惑。咁但係佢講過88年咧，其實阿黎彼得喺呢個商台廣告部咧，我相信都係同阿樂視有關於即係樂視曾經短時間喺商台揸 fit 嘅個過程咧。咁我喺我個直播講黎彼得，即係喺上個禮拜五晚嘅入邊咧講咗個幾鐘頭，就大家可以去度揾啦。咁啊，至於樂視嘅年青人週報就第日再講。咁我就同電話就問阿蛋契爺，喂，咁後尾我睇譬如好似大鬧廣昌隆啊，或者有啲戲，你跟住仲有冇同阿黎彼得合作啊？咁阿蛋咧又即刻又覆返我啦。咁大家咧又一齊嚟聽下嚇。陳七即係個走私犯，我好記得係咧大鬧廣昌隆陳七啊嘛，佢做陳七啊嘛。咁佢做陳七即係個走私犯，我好記得係有一場戲佢就走私啊。咁我依稀記得啦，我唔記得要睇翻套戲，就係喺西環咧，大家而家喺度打卡日落嗰個位咧就拍。咁跟住咧就要我落水嘅，即係話唔知點樣就拱咗我落水咁樣。咁我落水嘅，你知嗰陣時西環嗰個碼頭咧都其實都幾污糟噶嘛。如果一落水喺度游下游嘅時候，就有幾個糞便游緊埋嚟我度。我一生人都未試過游得咁快嘅。咁係啦，我同呢套戲係阿黎彼得同我一齊啦。做啦嚇，咁仲有一套就係黃蜂尾後針。黃蜂尾後針咧，我邀請佢客串嘅，就係做阿葉德嫻個即係情人啊咁佢嚟演一場戲就好笑嘅。好啦，咁啊，多謝阿蛋契爺呢啲提供第一手資料係作唔到出嚟噶嘛。咁啊，後尾我同阿黎彼得咧喺若干年之後，阿蛋決定要拍第3集《小男人周記》吳家有女嘅時候咧，當然大蠱惑同埋 Q 太郎就不可或缺啦。咁所以又嗰陣時同阿黎彼得重聚。咁啊，呢一套電影咧，當然係帶俾我哋呢一班人好多美麗嘅回憶啦。咁譬如好似《小男人周記》上畫嘅時候咧，嗱呢本特刊嚇，因為當時阿陳慶嘉、另外阿黃安定、阿蛋佢哋咧就有一個友和出版啊。咁呢本書咧就係友和同埋唔係友和喎，呢本書係 Just for Fun 喎，係我同阿葉漢良同埋阿蛋嗰本即係出咗11、2期嘅即係好玩嘅雜誌，咁我哋就附帶出嘅。咁入邊咧就有好多即係而家冇噶啦，即係呢個 Just for Fun 喺處宣傳自己嗰啲嘢。咁呢啲或者我就會影出嚟俾大家睇啦。咁啊有好多劇照嘅，咁我一路講嘅時候咧就俾大家睇下呢啲劇照。咁當然主要都係創作啦，譬如呢個目錄入邊係有我哋兩個嘅造型啦，有鄭裕玲啊、鐘楚紅、李美鳳啊、周美鳳、胡慧中、鄧萃雯就即係6大美女。咁仲有一啲好玩嘅問答遊戲。咁就另外就係陳慶嘉嘅獨白，監製阿蔡瀾嘅佢一篇文叫做《論盡中外大小男人》。當然好似冇叫我同阿黎彼得分別寫一啲感言喎。咁呢本書咧我係監製嚟嘅嚇。咁我就好似珍藏咗2本嘅，即係好正嘅。咁啊啲上咧有一版咧就係阿 Q 太郎同埋阿大蠱惑嘅形容。好啦。咁我有一樣我值得記得嘅咧，就係我同阿大蠱惑咧，當然經常係同場演出，所以啲通告都一定有文進就有黎彼得㗎。咁現場等緊打燈埋位之前嘅好多口水傾啦。咁第一集咧就好開心嘅，因為當時冇乜壓力啊。阿蔡生大膽地乜嘢明星都唔用，揾一個
完全未做過第一男主角嘅阿蛋去做男主角阿梁寬。咁第二認真掛導演名嘅陳嘉上去拍佢嘅戲，因為陳嘉上喺拍《小男人周記》之前咧，其實只係做執行導演幫阿冼紀賢拍咗《三人世界》。咁但係《三人世界》入邊就有我同阿葉漢良啊，即係大家都玩得好開心，所以同阿哥頓都好熟嘅。第一集有啲乜嘢有趣咧都唔記得，因為係大家都係得意嘅人，當然就好開心噶啦。但我最記得第二集咧有一場就係喺個中環嗰個力寶大廈，即係出邊嗰條天橋就轉上去花園道嗰個位咧，就係拍一場我同阿大古惑鬧交。阿大古惑話阿 Q 大佬你死仔溝咗條女，然後我話唔係，咁即係兩個人一路拉扯到咧喺個天橋就將個手提電話就甩咗手跌咗落去，就掟正咗一個差佬。咁啊大家話都好尷尬。咁嗰場戲咧本身好好笑，但係當日拍嘅時候咧，我個心情就好沉重，因為喺拍嘅時候係朝頭早就開工噶啦嘛，因為你知道日班通常都係07通告化妝梳頭啊嘛，8點幾就可以埋位噶啦。突然間咧，我爸爸咧打電話俾我就話阿鍾保羅啱啱新聞話佢跳樓死咗。咁我仲記得嗰一日應該係1989年8月30號。咁就係因為拍《小男人周記》第二集錯在新宿嘅時候咧，係有啲個咁嘅聽到好朋友跳樓自殺嘅新聞。咁啊黎彼得嘅當時嘅反應係咩？我唔記得，但係我個反應當然係好震撼啦。咁後尾就喺度陸陸續續啲場合見到黎彼得，咁我亦知道黎彼得咧點解即係話佢同阿 Sam 之間停咗合作之後。咁好多人講，或者係黎彼得喺陳小寶嘅節目入邊有講過，就話可能係嗰隻傳頌香港嘅叫做《打雀英雄傳》，因為阿 Sam 咧係唔識打麻雀噶嘛。咁阿黎彼得咧，我睇下馮志峰嘅頻道咧，直情將即係呢個六嬸三太公呢隻歌點解留二索扣六索，係直情嗰個牌咧講出嚟係完全係。黎彼得利用個歌詞咧係教你做清一色啊，真係好犀利。因為識打麻雀嘅人就知道做乜要求留二索扣六索噶嘛，係咪？咁因為阿 Sam 嗰啲大學朋友，即係佢個 level 啲朋友就笑佢話：喂，你都唔識打麻雀嘅，你個填詞你又擺埋許冠傑、黎彼得咁樣，咁呢啲説話咧係影響到。當時因為我覺得阿陳小寶嗰句説話幾好，就嗰個自我即係個 ego 好大嘅，咁若隱若現咧係種下咗一啲如果唔需要黎彼得我得唔得咧？咁事實上有好多數據咧就表示咗阿 Sam 離開咗黎彼得咧，其實真係嗰啲歌詞咧都有嘅，但係已經唔同啦。咁當然我哋亦明白，好似我直播講，我哋唔係話許冠傑冇呢個寫歌詞嘅能力，喺之前鬼馬雙星同埋呢個天才與白痴都係佢有時同阿薛志雄合作啊，有時同第啲人合作。咁但係黎彼得絕對係個最佳拍檔咯。咁呢一集咧，其實就係我利用講小男人周記咧，就再講下阿黎彼得。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咁啊，仲有冇補充咧？可能我覺得做直播嘅時候咧，可以曲。佢哋啲人再講下阿黎彼得之間同阿 Sam 嘅恩怨，但係所有呢啲總結落嚟咧，阿 Peter 係一個厚道、謙虛，係不出惡言，係雖然佢係屠狗輩但係佢係一個君子嚟嘅。呢個係我一路即係尊敬阿黎彼得，同埋視佢為我值得交往嘅好朋友之一嘅原因啊！我呢一集到呢度咁上下。唔該晒，希望你哋繼續支持下，點讚、留言、訂閱、分享，撳埋個鐘仔，super 下。OK，好啦，拜拜。